就来到台中的逢甲夜市，若到拜六礼拜，迄人是考，烧A烧客。有一个53岁女性的诊疗啊，就是看准这个人济，好出骹手，刚偷捡游客皮包啊，内底有现金6000块，啊，食了才滋味，价刚过来，但是已经互警察来控着。这警察穿便服，假做是游客，趁伊要搁下手的时阵，当场甲逮捕。逢甲夜市啊，人客人要行一个路，拢啊慢慢啊行。穿粉红色顶啊，这个小姐呢特别挖紧头前，这个人伊骹手真紧，手一个出物件摕到，就想要走。来，派出所，来，不是我，你真溜啊啦，哈，来，来，做检理啊，和警察抓到，佫唔承认，讲警察念着人。不是我，趴下，你在错人了啦，不是前面那个人呐。原警抓嫌犯爱拍落边设计人拢惊到，一直回头看讲到底发生什么款代志。好，警察啦，好了。热新闻人佫当作讲两个人是咧冤家，想要出手斗相共。原警一个表明身份，才知影讲原来是卖福的便衣警察伫掠监理员。经调阅监视器影像锁定犯前后，立即编排埋伏勤务，顺利于隔日犯嫌再度犯案时，成功将人当场查缉到案。原来这个53岁姓李的女嫌犯是累犯，时常趁逢甲夜市啊人济时共捡，比你啊今年一天才偷摕游客皮包啊，内底有新台票6800块。警方调监视器就咧甲锁定，再加上新调来所长进前辖区到各大夜市啊，对着伫夜市啊掠捡溜啊正来行，就派员警穿便服假做游客埋伏伫人潮当中，一直甲对，趁伊下手犯案的时，当场甲掠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